桃园市有近100个路口科技执法，一年内底就开出10万张的罚单。警方表示，明年会更加刷规，公布伫交通队的网站。每小的告示牌啊，写头前有科技执法，加强违规的处理。高雄市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伫重要的路口设置科技执法，有100个所在，一年处理要10万件，罚款的金额超过9416万。我觉得还不错啊，就不会有人闯红灯，对，就怕会有人闯红灯危险。为着让科技执法发挥上大的效果，交通警察大队表示，科技执法这100个所在，明年元旦会刷位。除了经济事故发生、违规处理、警察执勤的困难度、甲交通工程完整度4大原则来进行据点的建制，每半年会做检讨甲调整。重点放在百大1肇事路口、通学走廊周边200公尺处，易发生位以让行人之交叉路口、沿海3道防标路段及都市邻居区等作为建制方向，共计100处地点。同款为着交通安全，交通局伫人流较侪的路口设置过路人专用的时尚。不过有民众反映讲，伫平镇区延平路、甲康乐路的路口，号志伟日启用了后，因为标示无明显，宣导嘛无够，致使汽机车的驾驶人就是号志故障，甚至出现路红灯的情形，影响交通安全。那这个行人专用实际上开启的时间呢，那主要就是在于上学跟放学呢学童的一个时段。这个标志清楚吗？基本都用时段这个，应该很少人会抬头看啦，因为没有人会注意那个。交通局回应讲，考虑过路人伫行路的时阵，较袂注意到车阳顶边仔标示的内容，会伫过路人号志下骹，搁较细地标示牌仔来提醒，避免用路人误判号志的灯号，或者是就是号志故障。按照明年1月初5进前会处理完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